比如話特首搞呢個施政報告咧，咁都有公務員問責鼓勵生育放寬本地生嘅學額等等，關於民生嘅一系列嘅嘢啦，咁都有好多關於民生一系列嘅嘢啦，施政3年，香港由治及興呢個深化改革心繫民生發揮優勢，同創未來呢啲係非常之好嘅。其實我成日都講嘅，喺香港有得選，點解唔去選呢？去選呢？每一個有選舉權力嘅公民，你都去參加選舉。呢個係我俾你嘅忠告，去參加呢個選舉啦。同埋有得選嘅時候，你就唔好唔去選。如果唔係啲唔三唔四嘅人做咗議員做咗啲管理層咁好麻煩。搞就係啦 ，OK 只不過係選舉啲乜嘢咧，你咁樣睇嘅。日光落宮代表選幾人即係比如你去選，日光落宮代表你咯。咁你選唔選得上咧？睇時光落宮，時光落宮代表選民，日光落宮代表你自己。如果時光落宮咧係生你、比和你、同宮你咧，你就選得上嘅。如果冇四害更加和味啦。但係如果時光落宮沖克你、日光落宮嘅話咧，你就好難選噶咯。然後咧，你嘅宮位去生時光落宮咧，就代表你可能會討好你嘅選民咯。你日光落宮代表你自己嘛？如果你係去生去克呢個時光落宮證明你會去討好呢個選民其實都唔算係好有優勢咯。做選舉嘅時候咧，最好你係日光落宮代表你自己，時光落宮代表選民。時光落宮生你、比和你、同宮你，而且冇四害，實選得上嘅。OK，好。